继续关心各地灾情，伫咧宜兰的碧校温泉对外道路有800公尺长的路段地基拢起予溪水呛起。伫咧台七线甲台七甲线真侪所在拢咧放山，农业省市部分统计全县有23公顷受灾，这其中青山的损失上界严重，有占超过一半。 规片路基拢靠南木南溪涨起来溪水冲走，宜兰碧华温泉另外道路这边受到风台大雨溪水涨起来影响，800多公尺长的路基被冲海去。这个上次因为这边下来嘛，下来的河道变窄了，就把这个路清掉了。上一次凯米台风所造成的那个土石流，我们也都还没有说清得很清楚。 那又加上这一次，所以又造成目前现在所在地啊，又再次掏空了哦。有民讲，顶回凯米风台和南木南溪蹲真侪土石，这边大水一来，甲路基拢挖空。南木乡公所讲，路面修甲好，可能要等到明年，碧华温泉可能要暂停营业。怪手伫咧修路，省道台七线甲台七甲线，这边因为山区大雨，真侪所在崩山路袂通。 山内边的山啊，拢互土山砍掉的，除了路袂通，宜兰也出现大面积的农损。县政府统计，农损面积23.5公顷，包括高丽菜甲葱啊。不过上严重的是9月拄前，抑个是幼崽的山啊，大部分农种伫咧南用溪床，栽损有14公顷。沙伞覆盖伫迄个顶面，是覆盖伫顶面。 伊就是一直死到一条。会一并请公所紧速来查报，那我们依照中央的现金救助的一个办法哦，尽快来帮农民申请相关的一个救助。这寡笋啊，本来是过年前计上较悬的时阵要采收，即马农民的损失真惨重。要复经也因为农产路拢互水涝沙挡掉的无法度过。县政府讲会协助农民申请灾害补助，因若农产路顶头的水涝沙，会请相关单位到相共清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